拜五暗伫花莲有一个姓欧的空军赛车经过市区的时阵，煞去弄到一个乌多摆，佮骑到一台卡达车。这件代志伫发生过了后，伊是直接走去，尾仔就连这个警察找来的时，伊嘛要求伊下骹的部属来担罪。两个人是拢依法上班。画面中穿过路口的乌色轿车，就是由姓欧的空军小校驶的。监视器画面翕，伊乘伫市区的国联三路侧着机车，无偌久了后，佫弄到一台脚踏车，就逃走，造成技师手受伤。警方通知到案说明，想不到来是姓欧的车主甲姓柯的查甫人。经车主连同许姓友人到案后，许男原先坦承系肇事车辆的驾驶，但警行中。远警发现许男对于肇事过程言辞含糊不清，意思酒后赛车避两包，想要找下骹的姓柯的电话来顶罪。不过沿路的监视器画面马上证实，赛的就是姓欧的小校，而且酒测单有0.7亿呼吸。经调阅监视器，发现当下驾驶为欧姓车主本人，许男确实有顶替欧男犯罪行为，而警方对欧男实施酒测，已超过法定标准值。专案侦办了后，两人就涉嫌使公务人员定在不实罪上班。姓欧查甫人另外因为涉嫌公共危险甲过失伤害等罪，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最近也有陆军一营长甲空军基地训练指挥部一个少校，也拢涉嫌酒后赛车移送法办，连续逼出3件酒后赛车，也损害国军的形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